第14章，过2日是逾越节，搁是除酵节。祭司长甲文士想法度怎样用盔甲掠耶稣抬去，只是讲当节的日子毋通，惊了百姓生乱。耶稣伫伯大尼太高西门的家内坐倒的时阵，有一个妇人人摕着一个玉盘至贵的真哪达香油来，拍破玉盘，将油倒伫耶稣的头顶。有几个人心内真无欢喜，讲啥事安尼浪费香油呢？这个香油通卖30外两银，真济送乡人，因就向迄个妇人人受气。耶稣讲：出在伊吧，为什么难为伊呢？伊伫我身顶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常有送乡人甲恁同在，要向伊行好，随时拢通。只是恁无常常有我，伊所做是尽伊所为，伊是为我安葬的事，将香油大声倒伫我的身顶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的下面，无论伫什么所在传这个福音，也着讲这个妇人人所做来做纪念。12个学生的中间有一个加略人犹大，去见祭司长，要将耶稣交予因。因听见就欢喜，佮应允予伊银。伊就想安怎得到利便，将耶稣交予因。除酵节的第一日，就是抬逾越节羔羊的迄一日。学生对耶稣讲：你这逾越节的宴席，爱阮去倒落备办呢？耶稣就找2个学生，对因讲：恁入城去，的确有人摕着一班水，对面得来，恁就递伊入迄个家，恁就对迄个家的主人讲：先生讲，客房伫倒落，我甲学生通伫遐食逾越节的宴席。伊的确只互恁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，恁就伫遐为阮有备。学生出去入城所拄着的，拄亲像耶稣所讲的，因就有备逾越节的宴席。到下昏，耶稣甲12个学生拢来了。因坐倒拄食的时阵，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中间有一个甲我三角食的人要卖我。因就忧愁起来，一个的问伊讲：是我吗？耶稣对因讲：是12个学生中，甲我伸手伫搬来的迄个人。人子的确要离开世间，拄亲像圣经顶指着伊所写的，总是卖人子的人有知会啦。迄个人无活伫世上倒好。因食的时阵，耶稣提起饼来，祝福，就掰开分予因讲：恁摕着食，这个是我的身体。佮提起杯来，祝谢了，分予因，因拢啉。耶稣讲：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侪人流出来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我无搁啉这个葡萄汁，直到我伫上帝的国内啉新的迄日子。因唱诗就出来去橄榄山。耶稣对因讲：恁拢要跋倒，
因为圣经顶记着讲，我要击拍牧人，羊就分散。总是我搁我以后，要伫恁大声去加利利。彼得讲，众人虽然跋倒，我总袂话。耶稣对伊讲，我实在甲你讲，伫今仔日下昏，过啼2遍的大声，你要3摆毋认我。彼得却出力的讲，我就是的确要甲你同死，也总袂话毋认你。众学生拢是安尼讲。因来到一个所在，名叫克西马尼。耶稣对学生讲，恁坐伫遮等我祈祷。对安尼大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三甲去，就惊吓起来，极其难过。对因讲，我心内真是忧伤，差不多要死。恁伫遮听候警醒。伊就溜仔往前行，拍伫地里祈祷讲，世事若通行，就互迄时阵过去。伊讲，阿爸爸啊，伫你凡事拢话，求你将这个杯摕去，总是毋通照我的意思，只要趁你的意思。耶稣倒来，看见因困啊，就对彼得讲，西门，你困嘛？袂话警醒叠仔久嘛？总着警醒祈祷，免得入迷惑。恁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耶稣过去祈祷，讲的话也是甲大声一样。过来看见因困，因为因的目睭真是野线，因也毋知影怎样回答。第3摆来对因讲，现在恁犹原困安歇吧，到了，时阵到了，看啊，人子受卖伫罪人手内，起来，咱行吧。看，迄个卖我的人近啦。讲话的中间，忽然迄12个学生内面的犹大来了，阁有真侪人大刀棒对祭司长甲文士阁长老迄位甲因三甲来，卖耶稣的人捌互因一个暗号，讲我甲一嘴金喙。一罪就是伊，恁将伊掠掉，稳稳当当的带去。犹大来了，随时到耶稣面前讲，列比，就甲伊金喙，因就下手掠伊。边头徛着的人，有一个飞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奴仆抬一刀。抬加落伊的鱼啊！耶稣对因讲：恁带着刀棒出来掠我，亲像掠强盗嘛！我日日教世人，甲恁伫殿内，恁无掠我。独独这个事成就，为要应验圣经顶的话，学生拢离开伊逃走。有一个少年人。汤目体满一块麻布，跟地耶稣，众人就掠伊，伊却弃杀麻布，汤目体逃走了。因将耶稣带到大祭司遐，阁有众祭司长、甲长老、阁文士，拢来甲大祭司三甲自执。彼得远远的跟地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内，甲车业三甲坐伫火光的内面行火。祭司长甲全公会
找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伊，却找袂到，因为有一寡人做假见证告伊，只是因的见证逐个无相合，阁有几个人徛起来做假见证告伊讲，阮听见伊讲，我要拆毁这个人手所做的殿，3日内就另外做一座，毋是人手所做的。因就是安尼做见证，也是逐个无相合。大祭司起来，徛伫中央，问耶稣讲：你什么拢无回答吗？这个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无讲话，一句也无回答。大祭司阁问伊讲：你是迄个着恶老的囝基督毋是？耶稣讲：我是。恁的确看见人子坐伫迄个权能者的正边，驾着天顶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贴你衣服，讲：咱何必阁用见证人呢？恁已经听见伊这个懒散的话，恁的意见怎样？因拢定伊该死的罪，就有人配烂伫伊的面顶，阁砍伊的面，用拳头拍伊，对伊讲：你讲有言吧，车也接过来，用手掌拍。彼得伫下面院内来，大祭司的一个侍女看见彼得行许，就看到伊讲：你所来也是甲拿撒勒人耶稣一伙。彼得却毋承认，讲：我毋知，也未明白你讲的是什么。对安尼出来，到正院，鸡就啼啦。迄个侍女看见伊，阁对边仔徛伫的人讲：这也是因一党的。彼得阁毋承认，过无偌久，边仔徛伫的人阁对彼得讲：你真是因一党的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。彼得就发咒起誓讲：我毋捌恁讲的这个人。连边过啼第2遍，彼得想起耶稣对伊所讲的话，过啼2遍的大声，你要3摆毋认我，想起来就哭啦。